后来继续来看高雄的凤山区公所，有一个工读生讲心情歹，甲这个怨气出伫个民众的身上，伊甲来申请假收入户的民众的个人的资料，打去里面册，搁来起笑着对方的身材、外形甲种族。这个图文是充满着歧视，有网友发现甲检举。这个工读生知影家己惹出着祸端是真懊恼，讲伊对不起着单位甲民众，第一章已经来示警。即摆这件代志，政风处当咧调查，讲会依法来处理。凤山区公所人员协助乡亲办手续，看起来无什么问题。不过进前，公所内底有一个大学3年的工读生，将申请假收入户民众的资料铺上网络，各共警惕。这个工读生写文章骂这个老爸讲，假收入户佫有在调买槟榔，佫骂因查某囝拢唔讲话。工读生讲，伊是食这真歹，这早顿无欢喜，心情无好，才会找这对爸仔囝出水，佫抛出这个民众申请假收入户的个人资料。警惕这个老母真后生，这尾也跟他差11个月，这个行为和民众真不满。民众的个人隐私这样泄露出去，这样子，对，而且又把它当作玩笑话，这样子就是不太好。已经是这样子了，你还这样子说人家，心态不对。有网友看到这个文章，感觉真无妥当，就甲市政府检举。这个工读生知讲代志大条啊，嘛真后悔。工读生他也自己觉得非常的懊悔，他也觉得说他一时的思虑造成我们的困扰，或者说造成民众或社会上的观感不好。那所以他也自己申请后，他自愿离职。针对本案本处业已掌握相关情资，并依规定查查。据了解，这个工读生是透过市政府办的这个暑期工读计划分配到公所服务的，本来工读到8月31，不过2日已经辞职啦。公所表示讲，这个工读生平常时未去接触到来办公的民众，这个个人的资料应该是伊送件时翕的，未来加强法治教育。政风处表示讲，这个代志要你调查，若涉嫌违反了个资法啊相关的法律，调查结束后。会送检方处理，嘛提醒乡亲伫网络铺文章，若犯法，这拢要负责任，千万唔通当作讲凊彩铺拢无代志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